嗨，又我做蛙瑤啊！今日同啲親朋戚友去咗香港文化故宮博物館啊，親身感受下中華嘅文化。有去過嘅朋友都溫馨提示下我啦，盡量預留到4粒鐘啊，慢慢睇啦。如果唔係睇得好急就冇乜意思。佢話咁入到場當然唔准食煙同飲食啦。另外拍片同埋影相係可以嘅，但係影相就唔可以開閃光燈咯。另外長形嘅物件例如遮啊、自拍棍係唔准帶入場嘅。太過大嘅背囊嗰啲就擺喺 locker 咯，要咁俾個少少嘅攻略大家啦。我哋由上面開始睇落嚟，咁就會睇得舒服啲。咁介紹一下先啦，佢有1至9個展覽館嘅，1至7咧就普通門票就可以入到去睇噶啦，8至9咧就要買貴啲嘅飛嚟150蚊嗰隻飛先可以入到去睇噶。每個展覽館用嘅素材都唔同，好似呢個用投射嚟做主題啦，有啲就用紡織咧，有啲就瓷器啦。咁我建議大家帶埋 earphone 嚟啊，因為每個歷史文物隔籬都有個 QR code。可以掃完之後咧，就即刻聽到導賞嘅介紹。呢間房係我咁多個展覽館裏面最中意嘅一間，真係好靚，大家可以慢慢細心欣賞下先啦。12條模型壓方雲霧，24盞活動，分別象徵住12時辰同24節氣，展現咗古人對時序更替同自然規律嘅敬畏與禮讚。係提下大家先，博物館裏面呢，佢真係有啲凍，大家帶多件外套，唔好凍親。除咗凍親方面要注意之外，仲有撞親呢方面喎。佢啲玻璃做到好極致，好似冇咁樣嘅，大家小心啲啊，唔好擁到咁埋睇，因為佢撞到會響警號。喺片尾嗰度都會提供翻導賞員嘅價錢啦、服務時間啦。咁我都唔多講啦，唔阻大家欣賞啲歷史文物啦，同埋古人嘅作品啦。咁細心欣賞啦。带走深度秋索，让中国爱情大步繁荣成深情。什么？过云来风云飘。风雨同舟共患难，团结也心力量强，携手共进新时代，不懈华丽新篇章。过云来，风雨飘。
今生用不到。吹醒相遇窗回高。我原来风落云飘，民族今生闻不到。且行十里传辉煌。As day goes, they expand and shrink. Memories blur faster than you think.